歡迎大家收睇彭城啲健康生活頻道，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冇錯啦，咁就每一日咧都其實係睇咗好多唔同嘅健康嘅資訊啦，同埋啲嘅新聞嘅，所以咧就令我諗起不如咧就真係做一個新嘅環節，就同大家好似今日係啦，大家都見到嘅，就係閱讀越健康新聞 ，keep 住咧同大家一齊 update 一下咧最新嘅健康資訊，希望咧用最簡單嘅方法講下呢啲新聞啦、研究啦，佢哋講咗啲乜嘢，未講啲乜嘢咧，同大家好清楚、好簡單咁啦，慢慢拆解嘅。今日嘅新聞包括有 University of Toronto 最新嘅研究發現，全脂奶未必如想象中咁差。熱門 GLP-1 減肥針可能令避孕失效。美國 FDA 想收緊食品添加劑監管。仲有99個腦可能真係分得出你嘅恐懼同埋悲傷。邊一單同你最有關？記得睇到最後啊！你可能會重新睇一次你嘅雪櫃、藥櫃、零食櫃，仲有你屋企隻狗。第一單嘅新聞就係全脂奶未必一定唔健康。冇錯啦，乳製品有呢啲嘅飽和脂肪咧，對我哋嘅心臟啦，對我哋嘅血管咧係唔健康嘅，一向都係咁講嘅。不過咧，一講起咧全脂奶咧，可能大家就會諗起呢啲乳製品、全脂奶啦、全脂嘅乳酪啊、芝士啊等等啦。肥啦，係咪？充滿呢一個嘅飽和脂肪啦，係咪？咁所以咧，對身體一定係唔好嘅。我哋嘅飲食一定要揀一啲嘅低脂啦，或者冇脂肪嘅，應該健康啦啩。University of Toronto 一項最新嘅研究咧，令大家要重新思考，食物咧未必可以咧，只係靠一個營養素咧去判斷佢嘅好咧，或者係唔好嘅。嗱，呢個研究咧就係由 Professor Harvey Anderson 嘅團隊帶領嘅，刊登喺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咁研究人員咧揾咗74位有過重啦或者肥胖情況嘅成年人，就進行咧12個禮拜嘅飲食安排。咁其中2組咧每日咧係食3份嘅乳製品嘅，而且咧係研究提供嘅全脂乳製品。另外一組咧就係低脂嘅乳製品，兼且係要限制佢哋嘅熱量啦。好啦，12個禮拜過咗之後咧，食每日3份乳製品嘅組別，同埋低脂乳製品嘅組別比較咧，喺體重啦、身體嘅組成啦，同埋膽固醇方面咧，冇明顯出現差異。食更多乳製品嘅人咧，血壓有改善嘅信號，而且咧攝取更多嘅鈣質、蛋白質同埋咧維他命 D 噃。咪住，唔好一聽到咧就即刻衝去咧諗住買幾盒雪糕嚟食先得㗎。研究講緊嘅咧係一啲特定嘅參加者，佢哋喺特定嘅時間做咗呢一個測試咧12個星期嘅。嗱，記住啦，佢唔係話咧食得越多全脂嘅甜品咧就越健康，千祈唔好因為咁而覺得哇咁食就冇事啊嚇。Professor Harvey Anderson 咧就提到乳製品可能有一個 dairy matrix， 即係你可以當佢咧就係乳製品蛋白質嘅天然組合。脂肪之外咧，仲有酪蛋白、casein 同埋咧乳清蛋白 whey， 仲有其他嘅營養素啦一齊存在。身體嘅處理方式、營養未吸收嘅方法咧，就未必咧係等於淨係計一個飽和脂肪嘅數字。最實際嘅做法就係唔好見到低脂咧就係一定好，見到全脂嘅咧就係一定差。配合整體嘅飲食啦、份量咧，先至係最好嘅選擇。第二單新聞咧就係打減肥針啊，食避孕藥可能冇效。呢一單新聞咧，對於服用緊 GLP-1 嘅藥物，譬如好似Wegovy 啊、Ozempic 啊等等呢啲藥物嘅人士咧，真係要特別留意啦。NewsNation 嘅報導指出咧，研究人員目前咧仍然係未完全清楚咧 GLP-1 藥物同埋口服避孕藥咧係點樣互動嘅。不過咧有啲證據同埋專家咧就提醒啦，呢一類藥物咧可能喺某一啲情況底下咧會影響咧避孕嘅效果嘅。點解咧？因為呢一類嘅藥物咧會影響食慾，亦都會令到咧胃裏邊嘅食物去到小腸嘅速度咧係慢咗。好多嘅口服藥物，包括避孕藥咧，都係要靠腸胃吸收入血先至可以發揮作用嘅。咁即係話咧，如果腸胃節奏改變咧，某一啲口服藥物被吸收嘅時間或者係程度咧，理論上係會受到影響嘅。不過呢一度咧，一定要再提醒大家，文章就話相關嘅數據咧仍然係有限嘅，尤其咧只係含progestin 嘅避孕藥或者係緊急嘅避孕藥。如果咧服藥之後嘔吐啦，又或者係肚瀉情況咧，可能係更加直接噶，因為咧藥物咧未必有足夠時間被身體咧完全吸收。另一個令人意外嘅部分咧，就係生育嘅能力啦。報道提到咧，有啲證據顯示GLP-1 嘅藥物咧，可能同男性、女性生育力上升有關嘅。
嗱，因為肥胖本身咧可以壓低生育嘅能力啦，但係減重啦、發炎下降啦、荷爾蒙嘅調節同埋排卵嘅改變咧，都可能帶嚟影響嘅。所以咧，如果係你係想懷孕，又或者係如果唔想意外懷孕嘅話，又咁啱咧服用緊呢個 GLP-1 嘅藥物啦，或者係改變呢啲劑量嘅時候咧，咁就一定要同醫生咧去商量一下，到底你而家嘅避孕方法足唔足夠，需唔需要一啲額外嘅保障措施啦。第三單嘅新聞咧，就係 FDA 打算收緊食品添加劑嘅監管，呢個可能都係我哋每一日咧都會遇到嘅問題，因為我哋而家食緊嘅食物裏邊咧都有好多不同嘅添加劑。美國嘅 FDA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咧就提出一啲新嘅規定，方向咧就係要求喺食品公司計劃使用新成分嘅時候咧，要通知 FDA， 仲要提交資料咧顯示呢啲成分嘅安全。背景咧就係美國咧有一個叫做 GRAS 嘅制度 GRAS， 佢嘅全名係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意思即係咧普遍被認為安全。嗱，最初咧就係俾一啲好常見嘅原材料，譬如我哋經常都會用得到嘅 baking soda 啦，又或者係麵粉啦，唔使逐次咧就走去啦去審核。但係The New York Times 嘅報導咧就指出啦，食品公司咧多年嚟咧可以利用呢一個途徑咧，加入至少成1000種嘅物質，包括咧都係我哋經常反轉咗個食品包裝都會見到一啲 thickening 啦、增調劑啦、萃取物啦、啲 extracts 啦、香料 flavorings 等等啦，而部分嘅物質咧係未必正式係經過 FDA 嘅審核嘅。嗱，今次呢個提案咧，如果能夠成功嘅話咧，新嘅成分使用之前咧，呢一啲嘅公司咧就要向 FDA 交代。FDA 亦都計劃咧建立一個公開嘅清單，等已經喺市面上面嘅 GRAS 嘅成分咧更加容易可以被追蹤嘅。不過咧，而家只不過係 proposed rules， 即係咧係建議嘅規則嚟嘅啫，未正式落實嘅。而且咧，報道指出啦，就算新嘅規定落實咧，公司喺法律上面咧仍然可以自行判斷邊一啲嘅成分係咪安全。嗱，今次咧嘅核心就係增加透明度同埋監管部門嘅可見度啫。專家亦都指出咧，呢一個做法未必可以解決好多咧，已經喺大家見到好多高度嘅加工食品嘅成分上面。報道裏面咧特別提到啦，高果糖、玉米糖漿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啦、麥芽糊精 maltodextrin 同埋咧 dextrose、葡萄糖等等呢啲精製嘅碳水化合物，未必咧都會直接咧被呢一次嘅措施去處理嘅。對普通市民實際嘅提醒嚟講咧，最緊要咧就係唔好俾嗰啲咧水蛇春咁長嘅食物嘅名稱咧嚇怕，亦都唔好因為咧包裝上面寫住天然啦、低脂啦、高蛋白等等呢一啲嘅説法咧，咁就俾佢呃咗，咁就自動將佢咧變成一啲健康嘅食品。食物健唔健康，最緊要係睇下食物係啲乜嘢，食幾多，食幾密。依然重要。第四單新聞，狗狗真係可以睇得出你係驚抑或係傷心。喺呢個研究裏面咧，話俾大家聽，其實咧你隻狗望住你嘅時候，佢唔單止咧可以知道到底你有冇俾嘢佢食，佢可以閱讀你心裏邊嘅情緒狀況。Sam Press 喺8月7號刊登嘅 iScience 嘅研究啦，透過狗嘅腦部掃描咧，研究佢哋睇到人類唔同面部表情時候嘅反應。第一個實驗咧就係有8隻狗啦，睇住陌生人嘅相啦，有一啲咧係笑嘅，有一啲咧係中性嘅表情。咁當啲狗咧睇到人類笑嘅時候咧，佢哋腦裏邊嘅顳葉皮質 （temporal cortex） 同埋咧尾狀核 （caudate nucleus） 嘅活動咧增加。研究人員咧就將呢啲地方啦，分別同較高層次嘅認知處理同埋獎賞相關嘅反應咧，就聯繫埋起嚟。咁即係話咧，你對住隻狗真心笑嘅時候咧，對佢哋嚟講係有特別嘅意思嘅，而唔係咧可能你以前一路都認為係咪隻狗見到你咧，好似喺度傻笑咁？唔係㗎，原來咧你係傳達緊一啲正面嘅信息咧俾狗狗㗎。研究嘅第二部分咧有12隻狗參與，咁佢哋睇到人類表達快樂啦、憤怒啦、恐懼啦同埋悲傷嘅相，咁然之後研究人員咧就再用一啲機械去分析咧唔同嘅腦部活動模式，結果咧就顯示咧狗狗唔單止係將表情咧粗略分成開心啦同埋唔開心，佢哋對於恐懼嘅腦部反應啦同憤怒以及悲傷係唔同嘅。研究人員咧就話啦，今次係第一次咧有證據顯示咧狗狗可以分辨特定負面人類嘅面部表情。不過你隻狗咧就唔係獨心神犬，研究人員咧就講
講得好清楚，咁唔係代表咧狗同人類喺感受情緒方面咧係完全一樣，只不過喺真實嘅方式裏面咧，啲狗咧唔單止淨係睇我哋嘅樣，佢仲會睇我哋嘅身體語言啦，聽我哋嘅聲線啦，聞我哋嘅氣味。換句話講，如果你下次同佢話，我冇嘢，我冇嘢，我就冇事啊，我冇嬲你。咁其實咧，佢係識聽你啲語氣嘅，亦都識得睇你嘅表情。如果你黑晒面咁講嘅話咧，佢係知道你喺度講大話嘅。今個星期呢幾單新聞，其實都係提醒我哋一件事，就係健康唔係一個標籤可以講晒。全脂奶嘅研究呢個新聞提醒我哋，千祈唔好就咁睇脂肪呢兩個字，要睇整體嘅研究，要睇整體嘅食物。GLP-1 嘅新聞咧就提醒我哋啦，千祈唔好淨係睇 GLP 藥物，要連同避孕同埋個人嘅計劃一齊睇。食物添加劑嘅新聞就提醒我哋，透明度同埋安全證據以及監管好緊要。狗狗嘅研究就提醒我哋，除咗要留意自己嘅健康之外，我哋嘅健康其實都同身邊包括動物都好有關係。如果你都喜歡呢啲健康嘅新聞嘅話咧，希望你多啲留意鵬程啲健康生活頻道啦。每一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一齊去睇睇咧不同嘅健康新資訊嘅。咁希望你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我嘅 channel 鵬程啲健康生活頻道啦。有好多朋友睇緊呢個 channel， 但係都未 subscribe 嘅。咁希望你都訂閱啦，撳埋鐘仔，有最新嘅片咧都會即刻話俾你聽嘅。好啦，今日講到呢一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